好来继续来看这个代替，最近发予员工一个人一领假，面顶写讲我爱代替，安全第一。也毋过代替产业工会感觉真好笑，因为应该爱改善的就是人力甲安全，欠员工9个月加班费嘛也未发，甚至代替的员工常常甲基本的喙暗甲床厝都申请未落，即摆煞开钱去买7000领的假。这个工会是咧批评代替真熬作秀。加强安全不是说穿背心跟喊口号就可以。这领假顶面写讲，我爱代替安全第一，工会感觉真风趣。即马代替还阁欠料欠骹手，却有钱买这个假，互工会人员无法度认同。你应该把它放在你让机器设备跟人力要更安全的状况下才对啊。员工阁怨叹讲，代替局长张正元视察少数清气的员工宿舍，大部分却是真垃圾的环境，开钱买1领56块的假，总共开40万，讲无钱发加班费，也是改善员工的待遇。机械的加班费其实是从105年12月23，就是修法之后，一直到106年9月30日，我们变更新班制之前，等于这段时间台铁局它都没有定休息日，然后等于是少给1天。代替产业工会要求要补足人力，改善采购流程，补发加班费，更该改善员工工作环境。不过局长强调讲，请假是要甲社会大众宣示讲，代替要彻底改革安全的决心，唤起社会大众对代替的信赖。若代替产业工会诉求，会伫代替体检报告以后，做伙伫改革小组内面提案讨论。